台南的四鯤鯓海堤公園今仔日中晝火燒，這導火是回收的蚵仔餅。漁港所是表示講，進前就捌有人因為要扣安線去賣偷放火，這回敢又閣是有人來放火，會趕緊來查。南門到了。紅紅的大火一直燒，清出來烏煙，就連幾多公里遠的所在嘛攏看現現。台南市消防局晚到11點多接到通報，講四鯤鯓海堤公園火燒。消防到位一看，發現導火是蹲佇海埔等要回收處理的蚵仔粿，因為天氣熱，海風骨透，附近水源不足，到下晡4點多也閣在燒。消防干來當先救水線，莫個火愈傳愈快。因為現場的水源比較匱乏，我們建立起循環式供水。那我們目前要趕快將火勢撲滅，然後減少空氣上的污染。之前類似有人要去那個收它下面的一些鐵絲，有去做這個縱火的行為。那當然這一次的縱火的行為，還是等到這個鑑識科他們來做確認。漁港所表示，這批回收的蚵仔粿原本7月底進前都愛再去焚化爐處理掉，因為經費報告才會蹲較大，是不是有人調工放火燒的，佫需要等待進一步調查。不過，環保團體認為，因過就定都發生火燒意外，政府要對飼蚵仔產業殺循環經濟，這個年啊煞一點仔進展都無。火燒唔有安全問題，佫會造成空氣污染，相關單位愛好好檢討。這些東西在海邊，從過去一直放火燒回收鐵絲，到現在我們看到回收堆置區也堆了很久了。然後到現在整個起火，這個是不可以原諒的事情。我們台南市疏於管理，我們台南市對於這個部分非常的怠惰。我們台南市以及中央政府、漁業署，這都是你們的責任。環保局表示，已經來釐清火燒原因，若是查到行為人，會照空污法相關罰10萬。啊，那漁港所講，已經有甲漁業署爭取經費，5萬到月底進前，會當甲這片海埔墩的蚵仔粿全部處理好勢。記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顧朝陽台南採訪報道。